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Phoebe。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開心嘅消息，我嘅紀錄短片 LGBT Love Freedom Be Ourselves 正式入選咗2025年加拿大基奇納滑鐵盧國際電影節 Kitchener Waterlo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， 並且獲得4個獎項提名，包括最佳攝影、最佳LGBT 影片、最佳女性導演同埋最佳短紀錄片。另外亦都正式入選加拿大布蘭普頓國際尼日利亞電影節 Brampton International Nollywood Film Festival。 好榮幸可以因為我創作呢部作品，喺9月親身去到加拿大多倫多參與一連串影展活動。我被邀請參加電影市場高峰會，將會同國際電影業界人士交流嘅博覽會、研討會，參與喺多倫多劇院電影放映會同埋影後觀眾對談，最後仲會出席電影節紅地毯頒獎典禮競逐獎項。如果你嗰段時間會喺加拿大多倫多，又想嚟支持我同埋睇下入圍提名影片作品，歡迎 DM 我可以預留電影節嘅免費入場門票俾你。我好感激呢段時間以嚟你哋對我嘅支持，由香港、巴黎到今次北美嘅旅程。今年呢段時期係我創作上嘅新階段，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我嘅動向，有興趣合作或者策展嘅朋友都好歡迎聯絡我。我會持續同大家分享更多最新消息、現場氣氛。多謝你哋支持，我哋好快再見，拜拜。